藝人郭可盈同老公林文龍結婚多年，堪稱係圈中嘅模範夫妻，非常之恩愛啊！而啱啱過咗嘅3月10號，正係佢哋結婚21週年紀念，而可盈就喺社交平台上載咗佢同老公同埋女兒津津一齊食飯慶祝週年紀念嘅相片，而且佢又上載埋佢同女女嘅短信對話，並且留言話：一大清早收到親愛女兒嘅祝福，你總係咁孝順、懂事、乖巧、善良、窩心嘅，愛你愛你愛你1000億個世紀，哇！真係愛得肉緊啊！而郭可盈嘅愛女現年15歲嘅津津林天若已經長得亭亭玉立啦，而且同爸爸越嚟越似樣，眉清目秀，而且有深得媽媽貪靚嘅遺傳，好識得着衫添。早前佢哋仲一家飛到新加坡旅行，郭可盈更加罕有咁晒出佢同女女向無邊際泳池嘅打卡泳照，穿上黑色一件頭吊帶泳衣嘅郭可盈唔單止露出性感嘅鎖骨同玉背，女女津津更加換上紫色吊帶泳衣，感覺非常青春可人，而郭可盈更加親吻咗女兒嘅面珠墩，感覺非常之溫馨啊！而林文龍可以左擁右抱，兩位生命中嘅摯愛，佢都真係世上最幸福嘅男人啊！